嗨，各位今日我咧就想講下近期好 hit 嘅話題就係呢個關稅啦。咁我今日想從一個經濟學嘅角度啦，或者一個簡單經濟學嘅角度去分析關稅呢個問題。OK，咁咧就關稅就係話兩個國家或者兩個地區，佢如果即係有貿易嘅時候，即係交換貨品嘅時候咧，所形成嘅一個關卡啦嚇。咁點解要用到關稅咧？咁首先咧就係要講下兩個國家或者地區嘅貿易關係啦。咁點解咧就會有貿易咧？就簡單嚟講，譬如兩個地區啦，一個咧就係A，一個係 B。咁兩個地區咧就可能係唔同貨幣嘅情況。咁 A 同 B 咧就有各自嘅生產能力啦。舉個例子，如果 A 咧就係好多樹木嘅，咁佢咧就出木材啦，就會比較容易啲啦。而 B 咧就係近海就捉到好多魚嘅，咁嘅時候，咁 A 用佢木材就換 B 嘅魚，B 嘅國家咧就用佢嘅魚去換 A 嘅木材，咁大家都 happy 啦，係咪？咁但係咧就形成咗一個即係互相都有利嘅，大家都有一個對於個產品咧係特別即係有優勢啊。咁你話喂，咁係咪一定要有貿易咧交換啦？就唔好講話貿易交換咧咁呢個好自然出現嘅，因為如果 A 係淨係出木材嘅，如果佢要捉魚咧，佢可能要去到好遠，咁就唔係好方便嚇。咁近海嘅 B 國家咧，佢如果要攞木材，又係可能要兜好遠咧，去到山上邊攞木材。咁所以咧就大家都係做自己專長嘅嘢啦。咁各有所需，各取所得啦，係咪？咁咪交換咯，咁大家 happy 啦。咁但係去到一個情況咧，就係話即係貿易咧原本咧就係大家 happy 嘅情況先會出現㗎，係咪？如果唔係點解要交換啫？即係如果 A 又有木材又有魚嘅，都好容易得到嘅，咁佢就唔需要B 去提供魚啦，係咪？咁 B 又係一樣啦，即係如果佢有好多木材有魚嘅，咁佢唔需要同 A 貿易或者交換啦。咁但係就係世界就係咁啦，即係每個地方都有自己嘅獨特嘅優點啦，係咪？或者個資源啦，咁所以咧就導致到咧有貿易或者係簡單啲講咧就係一個互相交換啦，係咪？咁其實呢個就係貿易嘅出現啦，係咪？咁但係而家有啲情況就係話，喂，咁呢個國家某一個國家就覺得唔係好抵喎，係咪？一個地區佢話即係我就搏命買你啲木材，咁你又唔係買咁多魚，咁所以就唔 happy 啦，係咪？我買咗你多木材，你唔買我啲魚，咁我咪即係淨係幫你消費俾錢你係咪啊？咁我假設呢兩個地方咧就係不同貨幣嘅咁如果不同貨幣嘅話，某一個地方買好多另外一個地方嘅東西咧，咁佢係咪需要嗰方面個國家嘅貨幣啊？係咪？咁如果某一方面係買多咗嘢嘅，咁佢需要嗰個國家嘅貨幣自然高啦，係咪？咁導致到嗰個國家嗰個地區嘅貨幣係個價值係升啦，係咪？咁我哋經濟學嘅基本理論就係話，呢個會自然調節嘅。如果大家貨幣唔同嘅話，咁你要買多嘢，咁你需要我貨幣多啲，咁嘅時候咧，我嘅貨幣咪升值咯。咁貨幣升值嘅話，咁變咗嗰個國家嘅木材又好，或者魚又好，
咁咪貴咗咯，相對另外一個國家。咁貴咗嘅時候咧，佢自然就會買少啲啦，係咪？咁因為價格高啊，導致呢個需求降低㗎嘛。咁呢個咧就係貿易嘅一個自動嘅調節嘅，就好自然嘅，係會自動調節嘅。咁但係就係話有啲國家佢覺得，喂，咁唔 OK 喎，你要買我哋嘅貨品，我哋嘅貨幣就會高咗 ，OK？咁嘅時候就會令到我哋國家嘅競爭力微低啲啦，係嘛？即係我哋嘅貨幣越嚟越貴啊嘛，咁我哋嘅國家嘅競爭力，嗰啲產品嘅競爭力會越嚟越低啦，咁所以咧就我就唔係啦，我就去貶值我哋嘅貨幣咁令到我哋貨幣咧就又平翻啦，咁我哋啲產品又平翻，即係容易出口。咁其實呢個咧都係好自然嘅，咁但係就係會形成到咧，就係話，咁你咪即係令到我嘅國家又有損害咯，因為你原本就係可以調節噶嘛，但係你又冇貶值，咁我又要焗住買你呢啲嘢，係咪？永遠都買多咗，咁啊形成一個所謂貿易赤字啦。我買你嘅貨多啲，係咪？咁啊你又買我貨少啲，咁我哋唔好公平啦，係嘛？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貿易赤字，就係你有咁嘅需求啊嘛，咁你可以買少啲嘅，係咪？你買少啲，咁咪冇赤字咯，係咪？咁但係有啲地區話唔得喎，一定要食魚喎，冇魚食就唔掂水㗎，係嘛？咁變咗我焗住要買，係咪？搏命買，搏命食 ，OK？咁因為好開心啊，食魚係咪？咁導致到咧越嚟越多買魚嘅數量，咁另外一方面嗰個出魚嘅國家，我起屋。我起夠屋㗎咯喎，我唔需要咁多木材㗎咯喎，咁咪買少啲咯，係嘛？咁咪形成一個赤字咯，咁所以呢個木材嘅國家或者地區，佢覺得唔抵啦，咁所以咁唔掂，我要出個關稅限制啲魚入咁多嚟 ，OK？咁咪落關稅咯，令到啲魚貴咯，係嘛？你貶值都冇用啦，咁我就有關稅，咁啊你咪啲魚咪越嚟越貴咯，咁啲人就食少啲咯，咁咪平衡翻咯，咁所以就係話即係國與國之間或者地區咧，就係可以用呢個貨幣同埋你一個需求去調節你嗰個所謂嘅赤字或者係貿易嘅平衡嘅。第一，如果你有赤字，即係話人哋你買多嘢，你搏命買嘢，搏命消費，咁你可以調節你自己國民嘅消費能力咯。即係你國民可以即係個消費減低，儲蓄多啲，咁自然你嗰個購買魚嘅份量咪少咯，咁咪即係變咗個赤字咪會平衡翻。係咪？咁或者你個貨幣貶值咯，好平咯，咁嘅時候即係相對魚咪貴咗咯。你自己貨幣貶值啊嘛，咁買魚咪貴咗，因為魚係另外一個地區。咁如果你啲貨幣平咗，咁你啲木咪平咗咯，咁對方即係原本唔裝修嘅，咁都買啲木翻去，而家木咁平，咪再起嗰間屋就靚啲咯，新啲，係咪？咁變咗就係話，即係你可以用貨幣嘅政策，又可以用你嘅
即係控制消費嘅能力去平衡翻㗎嘛，係就係咁嚇。咁但係你話咁樣我加到啲魚嘅出口完全係超貴嘅，搞到咧即係食魚咧變咗好似食山珍海錯咁貴嘅，搞到啲人咧就好難先食到魚嘅嚇。咁得唔得咧？咁啊或者我加到去啲魚都冇供應喎，完全係冇可能買到喎。咁咪逼到我啲國民自己走去捉魚咯，咁但係問題，你喺山上邊你去捉魚咧，即係可能要長途跋涉，要好辛苦先去捉到個魚噶嘛，咁你唔係一朝一夕可以做到咯，你可能要開條路，另外兜過去，去到海邊去捉魚。咁但係如果你而家即刻即係封鎖咗，唔俾魚進入你嘅國家，入咗你嘅國家，咁成班人咪冇得食魚咯。咁又唔係喎，咁我哋自力更生嘛，我哋一定要自給自足，我哋一定要刺激或者鼓勵我哋嘅人民，除咗做牧之外，佢哋仲可以捉到魚嘅。咁但係你要可能要起條路啊，即係10年8年先掘到出嚟咯嚇。咁你呢段時間你要抵受即係冇魚食咯嚇，咁都得㗎，冇問題㗎嚇。咁但係你抵受到咪得啦？但係如果你話哇我哋冇魚食唔掂嘅喎，即係營養不良嘅喎，死梗嘅喎，咁我冇辦法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傷害嚟嘅，係咪？咁所以即係你而家你貿易嘅平衡係咪一定需要平衡咧？其實都唔需要嘅，因為每個地區咧係有自己嘅優點嘅優勢啊嘛，生產嘅優勢。咁如果你嘅生產優勢係木材嘅，咁你集中去做咯，咁另外一個地區係捉魚係有優勢嘅，咪集中去做咯。咁咪然之後回復翻去自由貿易，即係唔好咁多關稅啦，唔好咁多關卡啦，自由貿易啦，係咪咁嘅時候，如果兩個地區都係同一個貨幣嘅，譬如兩條村咁樣，或者兩個省咁大家都係同一個貨幣嘅，就冇所謂貨幣政策去調節㗎啦。咁你一個即係貶值又好，升值又好，都係同一個貨幣啊嘛。咁嘅時候，佢都有貿易有交易㗎，係咪 ？A 省同 B 省交易完全都係用同一個貨幣嘅話咧，咁嘅情況，但係有不平衡。咁 A 省咧就買魚啊多咁 B 省買木咧唔係咁多 ，OK， 起晒屋啦，咁有排用噶嘛，唔使買咁多木。咁但係 A 省搏命食魚，咁日日都食噶嘛，咁買多咗啦，咁好似唔抵咯，係嘛？咁樣貨幣又調節唔到啦，我個貨幣同你貨幣一樣，冇得升值貶值，冇得調節噶嘛，咁點算啊？咁個問題歸根究底就係你食魚太多嘛，大佬，你食咁多魚，咁梗係唔平衡啦，你搏命消費啊嘛，係咪？咁你食少啲魚，儲多啲錢，咁咪平衡翻咯，係嘛？咁你唔能夠賴生產魚嗰個地區出口咁多魚噶嘛？你唔食都得噶嘛？你食少啲都得噶嘛？係嘛？你食多，你搏命食，咁啲人又係要買，咁咪不平衡咯，係咪？咁如果對方你話喂，我啲木即係平啲啦咁咪推出去啦，咁人哋未同你買木咯，係嘛？間屋雖然係舊咗，咁用木都用得嘅，即係唔使剝爛佢。但係你咁平，咁咪剝爛佢再起過咯，
係咪？就係咁啦。咁所以成個即係國際貿易又好，地區貿易又好，或者一條村同另外一條村交換又好，其實都係呢個問題啫嘛，係嘛？個赤字係其實都冇乜意思，因為人哋做一樣嘢係做得叻過你啊嘛，係嘛？你做你嘅嘢，人做人哋嘅嘢，大家交換就最好噶啦，係嘛？大家都 happy， 係咪？但係你話多咗少咗，一定唔會 exactly 一樣噶嘛，係嘛？即係你食魚同埋人哋買木材，唔會即係咁好彩，大家個銀碼都一樣噶嘛，係咪？就係咁咯。咁有冇好拗咧？係咪？咁所以即係你無啦啦整個關卡落去，咁啊逼到自己即係冇魚食，即係捱貴魚，咁啊何必咧？係咪？咁另外一邊如果又整個關卡，又冇木材，咁啊啲屋爛晒，啲木啊全部煮晒俾螞蟻咬晒，都冇得換，咁又何必咧？係咪？咁所以即係呢啲都唔係經濟學啦，即係經濟學我哋讀經濟即係1年班都已經講得好清楚啦，係嘛？即係都唔使好高深嘅，即係經濟學博士或者係諾貝爾得獎人士走出嚟講噶啦，呢啲都好簡單道理啫嘛，即係呢啲 common sense 嚟啫嘛。即係你問即係街市啲阿嬸啊、賣菜婆啊，咁佢都即係明呢個道理㗎啦，係咪？咁所以都唔需要話即係經濟學財政司啊，或者係咩經濟學家嚟分析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即係關稅呢個問題咧，我都覺得即係幾搞笑咯，係咪？即係咁你一係就掂晒啦，即係你話我樣樣都做到㗎。我自己嘅國家自給自足得㗎，係咪？譬如你去到一個漂流到一個小島嗰度，咁乜人都冇㗎，你淨係得個自己個島，得自己一家人喺度做，咁你乜嘢都要自己做㗎啦，咁都唔使死㗎嘛，係咪？咁魯賓孫漂流記去到荒島都唔死得㗎，係嘛？不過辛苦啲啫，係嘛？咁咯，咁但係如果魯賓孫喺個小島，咦，同第二個島有接觸嘅，有交流嘅，咁啊掂啦，係嘛？大家都 happy 啲啦，係咪啊？你原來你個島有椰子，我又有香蕉，咁梗係交換啦，點會唔交換啊？係咪？你無謂整啲即係一啲壁壘去阻撓去交換啦，係咪啊？你話魯賓孫開唔開心啊？A 魯賓孫同 B 魯賓孫大家即刻即係做朋友啦，係咪啊？就隻船埋去交換啦，大家喺即係大家個海中心度交換啦，係咪啊？冇話邊個着數邊個蝕底啦，係嘛？就係咁啦。咁所以即係好輕鬆咁講下呢個即係國際貿易或者地區貿易嘅同埋關稅嘅問題啊。多謝各位收睇，拜拜。